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母亲节，牧师伫圣经人物系列中间，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中间记载的老母。这老母圣经无记载伊叫什么名，但是却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母亲。所以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神的主，阮即时要来静静听候你的话语，求主你透过今仔日的圣经，亲自对阮讲话，也互阮明白你的心意，照你的心意去行。透过安尼，阮的生命要得到利益，也要领受祝福。恳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看到今仔日的故事，今仔故事是关系一个迦南的妇人人的故事哈。这个故事一开始讲，耶稣离开迄个所在，到泰尼甲西顿的附近去。突然间有当地一个迦南的妇人人来见伊，这是迦南的妇人人，就是外邦人哈。看到耶稣了，就话讲主啊，大笔的囝可怜我的查某囝被鬼所附，痛苦不堪哈。咱看到这个迦南的妇人人吼，伊其实有几个真重要的特色吼，就是伊的处境甲伊的困难，咱来了解啊。首先，伊是一个迦南的妇人人，迦南的妇人人就是伊毋是犹太人，就是外邦人。咱来知吼，伫即个泰尼甲西顿即个所在，即两个城市吼，伊是靠近地中海两个真重要的港口。即个城市，即两个城市因为经济上吼真富裕，所以因的百姓就比较较奢华，而且充满真侪只的邪淫误会的代志。所以久长以来吼，犹太人就看即个城市的外邦人吼无清气，拢甲因对敌。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，这个迦南的妇人人吼，若毋是真正走投无路吼，伊应该无可能来找耶稣，可能伊已经用尽所有的办法，无法度互伊的查某囝得到救，所以伊就来找耶稣。伊必须要透迄种迄个下过即个种族甲血统的隔离吼，来找耶稣。伊为虾米要安尼？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伊的查某囝被鬼所附，非常痛苦，所以伊期待耶稣会当来帮助伊。可能伊过去捌听过人讲耶稣有迄个医病赶鬼的能力，所以伊感觉只有耶稣会当拯救伊的查某囝，伊就只好来找耶稣。伊看到耶稣了，伊称呼耶稣个主啊，大笔的囝。咱来理解一个外邦的妇人人吼，伊应该毋知影啥物叫做大笔的囝，因为大笔的囝吼，这是以色列人这对迄个弥赛亚的救主的一个称呼，所以真明显，伊就是对别人坏吼。不管安怎，伊要对耶稣来得到拯救，所以虽然伊对耶稣的认捌是有限的，但是为着伊的查某囝缘故，伊不得不来找耶稣。所以咱对安尼，咱会当理解吼，这个迦南的妇人人，伊的查某囝被鬼所附，真可怜。所以伊可能已经用尽所有的方法，拢一直得袂到回应甲医治，所以伊必须要下过这个种族宗教上的限制，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助耶稣。这就是这个迦南的妇人人伊所拄到的情形。接续咱来看耶稣，耶稣一开始的态度非常奇怪，因为圣经中间讲，耶稣一句话嘛无回答伊吼，一句话嘛无讲，点点。随上咱来理解，耶稣点点并不是代表拒绝，有时阵耶稣点点是有目的的，伊要借着安尼来对这个妇人人以及身躯边的这个门徒做一寡教示。但是门徒吼忍耐袂牢，因为这个妇人人可能发了真大声，所以会影响因的行程。
所以门徒就来求耶稣讲：耶稣啊，你赶紧叫伊离开啊！吼，原来对咱吼一直发，会影响咱的整个的行程。叫耶稣就开始回答第一句话哦，吼，这句话真特别吼。耶稣来回答讲：我奉差遣，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间迷失的羊。这句话吼，其实有两种意思吼。第一种意思吼，就是咱来理解吼，这个妇人人，伊毋是犹太人，伊是外邦人。伊对耶稣的称呼，咱看伊一开始称呼耶稣是主，是代表的子孙。拄则牧师有解说过，真明显吼，伊对耶稣的身份完全无了解，伊只是对别人称呼耶稣，别人叫耶稣是主，伊就称耶稣是主；别人称耶稣是代表的子孙，伊就称耶稣做代表的子孙。伊根本毋知是啥物款的意义。所以耶稣大讲：我奉差遣，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。意思来讲，你若称呼我做代表的子孙，这是犹太人咧用的话啊。安尼我就甲恁外邦人一点仔关系也无。所以耶稣用即句看起来好亲像古拙的话来提醒，我讲你爱称我做啥？所以耶稣对伊讲安尼了后，咱发现讲，伊无搁再称耶稣做代表的子孙，伊直接对耶稣讲：主啊，帮助我。咱注意这个称呼吼，主这个称呼都有普世性，因为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外邦人，拢知影主是啥物货。主就是主人，所以咱就是奴仆。所以伊称耶稣做主的时阵，就是承认耶稣是世界所有民族的救主。所以咱看见着耶稣用这句话，用我奉差遣，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，来帮助伊明白耶稣真实的身份。耶稣是世界所有民族的救主，民族的救主。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也透过安尼来互伊读这本册的人，因为咱知影马太福音书主要是写互犹太人读的，互这犹太人明白这个道理。耶稣毋是干那是犹太人的救主，毋干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，伊也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的救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明白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。过去咱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譬如讲我细汉的时阵，就有人老我讲基督信仰是外来的信仰，咱无应该背离传统，咱的传统应该爱信咱家己咱台湾人的信仰。其实老我讲即句话的人伊对信仰一点仔无了解。咱知影真侪咱即马咧信的信仰，咱所有的传统信仰，其实拢是外来。甚至咱真侪祖先拢是外来移民，若就台湾本岛来讲，咱来看这张图，这是咱伫300多年前，基督教就传来咱台湾，这是荷兰时代，因传来台湾了，用当地的话所翻译的圣经，就是咱的原住民迄个平埔族的西拉雅民族翻译的圣经，所以若要论真耶稣伫荷兰时代就来到咱台湾，马祖是当时来，马祖是伫地成功以后较来，但是牧师要大家知的讲，比较拢无意思啦，因为耶稣并毋是传教士所带来，伊是对头到尾拢甲咱同在。咱台湾人嘛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救恩要临到咱所有伊所创造的民族身上。咱爱明白这个道理，咱会当突破真侪限制。亲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人，伊掠做耶稣只是犹太人的救主，但是耶稣是全民所有民族的救主。另外，伫遮咱也会当得到第二个信息。耶稣讲：我奉差遣，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
中迷失的羊。阁有第二种意思，耶稣讲即句话其实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即句话毋是要限制伊工作的范围，也伫犹太人身上。耶稣是咧说明上帝对福音的计划。耶稣讲即句话毋是指福音只是要互犹太人，无要互外邦人。那无耶稣最后嘛袂救即个妇人人的查某囝。耶稣是咧说明，伊主要来到世间的工作，就是要去到耶路撒冷，为着世间人钉十字架。然后福音才会伫保罗等等这福音使者的宣扬下面传到外邦去。这是上帝的计划。所以，如果咱若继续看马太福音书，看到上尾一章，咱会看见到，就是咱上界识的大使命。大使命是安尼讲，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面所有的权柄拢赐予我，所以恁爱去，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所以福音要传到外邦去，要互万国万民拢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咱爱理解一点，就是上帝救恩毋是限制某一个民族。但是救恩的传播有先后的顺序，亲像使徒保罗先生所讲的：“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这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，要拯救一切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外邦人。所以福音的限制是限制伫啥物？限制伫相信的人。只要咱愿意信靠耶稣基督。”咱也当得到这款上帝所赏赐予咱上界重要的礼物。所以，咱明白上帝是一个有计划的上帝。咱做伊的百姓，咱得爱明白伊的计划，而且配合伊的计划，将福音传到万国万民的身上。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咱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当耶稣讲这句话了，马上引起这个妇人人的紧张，伊惊伊家己唯一的愿望会失去，所以马上拍败伫耶稣的脚前讲：“主啊，请帮助我。”这个时阵耶稣甲伊有一段真精彩的对话。首先，耶稣用当时的犹太人常常用一句的俗语来考验这个妇人人，但是咱来注意这段经文耶稣将这个俗语一个关键的字来改变。耶稣讲：“摕儿女的食物，互狗仔食是毋对的。”一般犹太人因咧讲即句话的时阵迄个狗仔迄个字是用野狗，就是伫外面流浪的野狗。但是耶稣将即个字来改变，改做啥？厝内底饲的迄个细只狗仔。所以，就是主人所听迄个细只狗仔。甲犹太人一般咧用即个野狗是无共款，所以耶稣伫遮咱来理解，伊毋是用种怨愤的语气对伊讲，反倒当是一种温柔的语调来对伊讲，讲摕儿女的食物互厝内底狗仔食，这是毋对的。结果即个妇人人马上真有智慧来回答讲：“是啊，主啊，但是厝内底所饲的这细只狗仔。”嘛会当食主人桌顶落落来饼油啊！伊意思是安尼讲，因为伊真清楚耶稣甲其他犹太人无共款，耶稣是的态度是接纳伊成做厝内底的人，所以伊讲主人若愿意，厝内底的细只狗仔也会当得到福气。伊认为耶稣虽然将伊工作的焦点放伫以色列人身上，但是外邦人至少嘛会当得到一寡怜悯。所以伫遮咱看见着这妇人人的信心，因为伊深信耶稣有能力去救助伊的查某囝，只要耶稣愿意，伊的确会当行神了。这就是这妇人人的信心嘛。所以耶稣讲：“妇人人，你的信心有够大，安尼就照你所爱，甲你成全。”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看见着，会当成就这个神了，就是在伫这个
福音人对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，这就是信心啦。最后，咱要来看这段经文，互咱一个真重要、真重要关系母爱的信息。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。迦南的妇人人的查某囝被医治，同时也让咱体验到母爱的伟大。牧师要对三个方向来帮助大家做伙来思考母亲的疼的伟大。伫这段经文中间，咱看到一个母亲的疼吼，伊的疼心是遐尼热切，吼，毋是用咱的理性来当评估的。牧师伫遮讲吼，母爱是真执非理性吼，这非理性甲无理性是无共款的。无理性就是讲，一个人无失去理性，但是非理性的意思是讲，咱袂当用理性来理解母亲的疼。咱看见吼，这段经文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字吼。当这迦南的妇人人伊来求耶稣的时阵，伊是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可怜我吧，因为我的查某囝被鬼所附。”照你讲吼，被鬼所附、被鬼所困住的是啥物人？是个查某囝嘛。所以咱若普通照理性来讲，咱会答主耶稣讲：“主啊，请你可怜我的查某囝吧。”对无？但是这个妇人人毋是安尼讲哦，伊是讲主啊，可怜我吧。所以咱能理解讲，这个伊的查某囝的痛苦，已经变做这个母亲的痛苦。伊将查某囝的艰苦当做家己的艰苦。咱甚至会当讲，这个母亲吼，分袂得将家己查某囝的苦痛拢承受落来，这就是母亲的疼。所以，咱有做过爸母的，咱拢知啊。囝儿甲查某囝是咱心肝头的一块肉。我细汉破病的时阵，我大家拢知影，就是我的老爸伫我9岁就过身去啊。我的老母请养阮3个囡仔大汉。迄若厝内底有一个囡仔破病，迄老母是非常非常烦恼，更比家己破病较艰苦。我记我的小妹细汉的时阵有一遍跋倒，骹敢变做无病床吼。阮老母就安尼爱伊吼。阮兜迄阵住伫5楼啊，无电梯，逐工就安尼爱伊起来，佮爱伊落去，安尼爱伊去看医生。好佳哉，毋是我破病，因为我较大颗，阮妈妈去爱袂去。你会当理解讲迄个老母的迄个坚强啊，迄种对囡仔的疼，甲囡仔破病，咱亲像家己破病同款。咱看到一个妇人人对怀孕、生产、养育、教养，做母亲的一世人的迄心肝头拢是放伫囝儿甲查某囝身上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少年查某囡仔，怀第一胎要生产的时阵。因为要生产的囡仔真疼嘛，疼到挡袂牢，就叫迄个边仔的护士小姐讲即马敢是上界艰苦的时阵，这护士小姐就来切肝来讲，等这段时间过了接续50天拢遐尼艰苦了。因为我拄则讲过，真正囝儿甲查某囝就是老母的心肝的一块肉。我捌看过迄个年纪真大的，8、90岁的母亲有时阵拍电话来讲伊的囝儿安怎，伊替伊烦恼，替伊操烦。伊的囝已经60、70岁啊，伊还搁咧替伊的囝操烦。所以做母亲的就是安尼。虽然对理性来看照理讲袂安尼，但是因为母亲的疼是超越过理性会当理解。就我会观察当一个查某囡仔变做母亲了，个性拢会真大的改变。伊若去菜市咧买菜的时阵拢甲人斤计较迄算斤算两拢爱真斟酌。但是甲囡仔根本拢袂计较，分袂得讲将家己所有的拢拼出来互囡仔。母亲去做真侪代志算术拢真好。
但是看到囡仔算术拢变做无好，因为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疼，超越过咱的理性会当理解，这就是母亲的疼的伟大。个另外，母亲的疼有第二个特色，就是坚定而且顽强。吼，咱看见着迦南的妇人人，互咱看见一个做母亲的伟大。伊呼求耶稣，耶稣继续无要插伊，一句话嘛无要讲，伊继续祈求。门徒叫耶稣来赶走，伊嘛继续无放弃，继续祈求。甚至耶稣看出来，继续互伊歹看面。来拒绝，伊犹原呼求耶稣，伊用这种无放弃的疼来求耶稣。所以咱了解一个做母亲的吼，为着囝儿甲查某囝的好处，一再一再求耶稣。咱看见伊的信心嘛，安尼一步一步被加强，到最后为伊的查某囝甲家己得到拯救。虽然咱知啊，这个故事中间是咧讲，因为这个迦南妇人人伊的信心真大，救伊的查某囝。但是咱来理解一点，伊的信心是源自迄个永无放弃的疼，因为伊对伊的查某囝的疼，所以虽然被拒绝一遍一遍，伊犹原无放弃信心。这就是每一个母爱的伟大的所在。最后，咱看见着这母亲的疼哈，互伊的查某囝得到真大真大的祝福。伊查某囝的病被耶稣基督所医治好。咱看见着这个查某囝是偌尔有福气，有安尼一个遐尼好的母亲。一个好的母亲会当互伊的囝儿甲查某囝得到福气。咱看见着迦南的妇人人是遐尼有智慧，伊知伊查某囝的问题，只有耶稣基督会当解决。所以牧师也要互大家知，咱无法度一世人拢陪咱的囝儿甲查某囝。上介好的方式，就是将信用介绍互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将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头前，伊才当领受到真真正正大的福气。今日是母亲节。牧师期待，咱在座所有的做囝儿的，如果你的母亲还佫伫的，请你一定要时常对你的母亲表达你心中的感谢。若有人亲像我吼，相款已经甲一个白色的康乃馨呢，就是母亲已经离开咱了，咱嘛爱时常孝念母亲的疼。用相款的疼来对待咱的囝儿，对咱囝儿上介大的祝福，就是爱将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将这款的信仰交互因，是因一生介大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人有一个疼阮的母亲。主，阮恳求你祝福。互在座所有做母亲的，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。阮也将在座所有做囝儿的，拢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赏赐阮感谢的心，常常会当互阮的老母得到教育的荣耀。恳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